基督尊貴，非凡人，父為木匠，家清貧，使命一生經苦困，為人贖罪獻己身。看星光照百里行，上主曾預告，基督親身降世書傳，我馬槽中過草衣布，共生智慧人，尋讓在世間救贖靈魂。宣告被擄得釋放，醫創傷心，救弱者離受困，死人復活，患疾也醫治，目盲復見，衝開黑暗。傷心頂掛，十架血盡流，受人係樂苦心人，他痛於心，歡呼神全赦免人，基督犧牲見證父愛世。